時今日人人都追求健康，所以近年興起各式各樣嘅瑜伽，好似高溫瑜伽、空中瑜伽等。業界對於瑜伽導師嘅需求都好殷切。教授咗瑜伽超過25年嘅迪神，10年前就創立咗迪神 Yoga， 桃李滿門。由呢個業界資深人士分享入行所需要嘅裝備，大家應該會獲益良多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迪神啊，係香港瑜伽協會創會主席兼總教練，亦都係迪神 Yoga 創辦人。首先就係讀呢個香港瑜伽協會 ACI 200小時國際認可導師課程。咁啊，呢個係基礎入門嚟嘅。咁另外就係話，如果你真係有興趣讀呢個課程呢，起碼自己呢對瑜伽有興趣先啦。第二就係要肯去幫人，因為教學嘅時候呢，學生呢係好需要嗰個導師去落去做呢個糾正同埋提升技巧嘅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呢，都係辛苦㗎。咁同埋要勤力啲咯，因為好多學生等你去幫助嘅。咁所以要快手快腳咯。咁最後呢，就係自己要去多啲練習，同埋咧學生咧叻咗嘅時候咧，衝擊返自己更加一齊進步。咁呢個先係好導師啦。